来继续来看中国昨下晡是5月份以来第9届侵入到金门的限制海域，咱的海巡用放送头放送，甲因赶离开。520罗总统就职了后，阿强除了军事演习，明仔载阁要发射到运载卫星，将会飞过咱的防空识别区。国防部讲会严密监控。已经进入我国禁监视水域。 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。白雪船只驶伫了海面上，海巡人员公布要赶赶走，因就是中国海警船昨下晡3点，搁一摆驶入来咱台湾禁止限制水域。请立即转向驶离。 过5月到今，中国海警船已经第9摆侵入，这摆拢总侦查到4只船影响海上航行安全。就算伊讲金门海面上的天气不好，当地渔民多数跑出来钓鱼。中国海警船赶快分3组编队，分别会小金门南平、竹山南平和北定东平水系侵入。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台湾进行恫吓哦，并不是要起战，目的还是在于对内进行宣传，对外来进行宣示。中国是真够找麻烦，520总统就职典礼动作是不断，除了派军机巡艇侵入，24号马展开军演，直直出现伫咧台海上面演练，想要甲咱台湾吓惊。在这次演习过程当中，他们也第一次动员到海警的编队，在台海周边以及外离岛的相关的一个水域哦，那特别是想要把台海来内海化。 国防部嘛预告，中共会伫咧明仔载发射运载卫星，迈飞过咱台湾防空区，施到国军的运用任务机构，高设飞弹系统监控。不过两方局势升温，中国直直咧出招，恐惊敢会予双方的关系是哪来哪紧张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